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位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早起8点增强为今年第28号风台北面，这嘛是伫11月形成的第6个风台，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无影响。啊，这礼拜影响台湾的也是东北风，讲这礼拜是有真强的冷空气的路南，拜四暗到拜五的透早，北部的低温会降到15度。 离台湾3300公里的海面，新生今年第28号风台，嘛是今年11月第6个风台。对北气象局有记录61冬以来上侪风台11月，好在风向偏西，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。 明天晚上到星期四这段时间开始会有一些向北西的移动的分量，之后速度会稍微减弱一些，但在之后可能又会再往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北方的海面移动啊。只不过发生的位置以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，它会不会对我们有更间接的影响，这就是我们持续观察。 这礼拜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尤其是拜四有较强的冷空气，水汽嘛增加，北台湾的明显变加湿冷。 这种天气形态，东北部地区仍然是下雨几率比较高的地方，还是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花东北部地区断断续续有短暂雨，也提醒大家，星期四到星期五的低温可能再冷一些些。星期四到星期五，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的沿海空旷地区，低温大约在15、16度左右。 拜四暗时到拜五透早，北部低温会到15度，落雨范围嘛扩大到桃园以北。有计周末东北季风才会减弱，出门上好也是早雨伞。